主后2024年6月12日，每日圣眼光读经，以有缘信息可靠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提摩太后书第2章1节到13节。所以，我的囝，你着靠基督耶稣的恩典坚强起来。你伫真侪见证人面前，对我听到这个教示，着交托互遐个忠实嘛会堪得教示别人的人。你着做基督耶稣的精兵，甲我做伙受苦。互野的兵若要互官长欢喜，就毋通互生活的代志颠骹盘手。运动员若无照规则比赛，就袂得到冠军的花冠。骨力正直的农夫当然先收成。我所讲的话，你着好好仔想，因为主会互你了解逐项代志。着记得耶稣基督，伊是代笔的护卫，上帝互伊对世人中告我，这是我所传的福音。我为着这个福音受苦，甚至亲像犯人，互人连累。毋过上帝的话无受捆绑，所以我为着上帝所拣选的人，忍受一切，互因嘛会得到基督耶稣的拯救甲永远的荣光。即句话通相信，咱若甲伊同死，嘛会甲伊同活；咱若吞忍，嘛会甲伊做伙掌权；咱若毋认伊，伊嘛会毋认咱；咱若失信，伊犹原信实，因为伊袂当违背家己。伊犹原信息可靠。往普天的去传福音，是教会对主耶稣领袖的使命。搁较侪信徒愿意加入传福音的行列，是每一个传道者所期盼的。保罗拄好是安尼教导提摩太，你伫真侪见证人面前，对我听到这个教示，着交托互遐个忠实嘛会堪得教示别人的人。今仔日的教会，偌侪人愿意承接传福音的使命甲职责咧。近年来，真侪教会的会友逐渐高年化，特别伫武汉新冠肺炎疫情了后，教会的礼拜和聚会人数明显下降。有的教会的长职和团契同工早已经届龄，该着退休，却找袂到少年的同工来接棒。眼看教会和团契运作困难，遐个忠心听主、关切教会的人，未免得会烦恼。其实，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，教会也处点内外交迫中。保罗伫批信中指出，亚细亚的信徒拢离开伊，伊受捆绑，亲像囚犯。拍档的师父亚历山大害伊凄惨，搁抵挡伊和同工所传的信息。不过，保罗并无灰心，还鼓励提摩太爱照着基督耶稣所赐的恩典刚强起来。保罗提醒提摩太爱记得，着会记得耶稣基督，伊是代笔的后代。上帝互伊对世人中告我，这是我所传的福音。换句话讲，迄位互耶稣对死告我的上帝，
就是今仔日找咱传福音建立教会的上帝。上帝是大有能力的，因为安尼，咱的行事为人，包括传福音这件事，拢爱倚靠上帝的大能。就算眼前有极大的困难，甚至好亲像无路通行，咱也莫袂记得上帝互耶稣基督对死搁活。上帝也会互伊的教会对各地翻新，拄亲像保罗所讲，我为着这个福音受苦，甚至亲像犯人，互人连累。毋过上帝的话无受捆绑，上帝应允是可靠的。当年虽然亚伯拉罕已经老迈，撒拉已经停经，虽然因误解上帝应允，搁做出错误的决定，毋过迄并无影响上帝应允的实现。当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伫旷野做出背逆之事，上帝犹原带领因的子孙进入应允之地。伫保罗的时代，教会出现真侪背弃主的人甲假教师，但是教会犹原遵守教导。几若年前，一间科技大学的中青团契，因为学生之间有冲突，做人数只剩2位。辅导团契的牧者鼓励这2位忠心的学生，莫灰心，咱继续聚会，祈祷、读经、求主带领。下一个新学年，竟然来15位新生，互团契好亲像对死搁活共款。2位旧生中间的一位经历上帝信息，后来就读新学院，已经是传道者。默想，我所信靠的是互耶稣对死搁活的上帝，伊会保守我的一切。我所信靠的是互耶稣对死搁活的上帝，伊会保守我的一切。咱来祈祷，天父上帝，你捌叫耶稣对死搁活。今仔日我要倚靠你，互人搁活的大能，来面对一切挑战。愿圣神带领我甲基督同死同活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